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宜兰县会当讲是台湾重要的鸭肉产地，因为宜兰占着好地理，徛着好风水，樱桃啊好吃可袂改味，有4、5成拢是宜兰市的。为了要来推广在地好滋味，宜兰县县政府办宜兰鸭肉面的比赛，邀请国宴都市也有食食客来做评审，让大家开眼界啊，就会当食到宜兰在地特色料理。 潘公公的鸭肉面即将出炉了。香公公公公香，南汤汁散配料，一碗鸭肉面出菜咯。好食。民众一人一碗，食甲津津有味。鸭肉面的好滋味是无人挡得掉。宜兰好山好水，饲的鸭肉营养健康，特别好食。最近正红的樱桃鸭，4、5成嘛拢是宜兰出产。 常常看到的鸭肉料理介绍拢无俗，为着要互鸭肉变做平常时就会当食的小食面，县政府特别邀请国宴刀子甲美食家来做评审，举办头一届宜兰鸭肉面比赛。活动的现场，主持人搁教鸭肉的知识。恁食的姜母鸭是公的啊母的？公的，啊面使甲你讲，拢是公的哦。啊母的走台，走去生鸭卵。 好滋味的宜兰小食面，县政府希望会当打造用零角仔就会当食到的好料理，嘛，互鸭肉面变做在地宣传最佳的代言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